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。耶稣佮对门徒讲：有一个人真好业，伊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对主人检举这个管家浪费伊的财产。主人叫伊来，甲伊问：我有听到你这个代志，到底是安怎？你所管理的少仆交出来，毋互你搁做管家。迄个管家家己想讲，主人要甲我试头路，毋互我搁做管家，呾我要安怎？举低头无气力，做乞食嘛惊见笑。呾我知着安怎做？无做管家以后，才有朋友通甲我收留。管家就将主人的这务人一个一个叫来，甲头一个讲：你欠阮主人偌济？伊应讲100桶橄榄油。管家甲伊讲：你的借条伫遮，赶紧坐落来，甲伊解50。管家搁甲另外一个讲：你欠偌济？伊应讲100石糜仔。管家甲伊讲：你的借条伫遮，甲解做80。主人保将这个无老实的管家做了真巧，因为俗世间的人处理世事比俗光明的人较有变巧。耶稣继续讲：我甲恁讲，着用不义的钱财为着家己结交朋友，安尼钱财无去的时，因为接纳恁入去永远徛起的所在。对真细项代志忠实的人，对大项代志嘛袂忠实；对真细项代志无老实的人，对大项代志嘛袂老实。所以，恁对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，啥人要将真正的财宝交互恁？恁对别人的物若无老实，啥人要将恁的物互恁？无一个仆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若毋是怨恨这个疼迄个，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个。恁袂当同时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钱财。遐个贪财的法利赛派的人，听到耶稣讲这话，就甲伊踢笑。耶稣甲因讲：恁这个人伫人的面前自称做义，毋过上帝知恁的内心，因为人看做尊贵的，对上帝来看是通厌恶的。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到施洗者约翰结束，对迄时起，上帝国的福音就传出去，人人拢硬要挤入去。毋过，天地消息比废除律法的一话搁较简单。无论什么人，离伊的某去娶别个妇人人，就是犯奸淫；娶互人离婚的妇人人，嘛是犯奸淫。有一个人真好业，伊穿紫色真高贵的衣服，逐日车花宴乐。阁有一个乞食，名叫做纳撒路，规身躯生疮，倒伫迄个好业人的门口。要叫好业人桌顶拉落来的沙仔子机，狗嘛来钱伊的疮。后来，这个乞食死去，天使甲伊带去阿伯拉罕的身躯边，迄个好业人嘛死去，搁埋葬。伊伫阴府受真大的痛苦，抬头看到阿伯拉罕伫远远的所在，纳撒路伫伊的身躯边，伊就出声叫：我的祖阿伯拉罕，怜悯我，请你找纳撒路用砖头马
温水来互我的喙齿凉一下，因为我伫即个黑暗中得受苦楚。毋过亚伯拉罕讲：囝着会记得你在生享受一切的快乐。毋过列撒罗在生受尽痛苦，伊现在伫遮得到安慰，你伫遐得受苦楚。毋若安尼，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开，安尼对遮无人会当过去恁遐，嘛无人会当对恁遐过来阮遮。迄个好野人就讲：我的主啊，既然是安尼，我恳求你找列撒罗去阮老爸的厝。我有5兄弟伫遐，伊通去甲因警告，才免因嘛来到即个非常痛苦的所在。毋过亚伯拉罕因讲：你的兄弟有摩西甲先知，因应该去听因的话。迄个好野人因讲：我的主亚伯拉罕，因袂啦。若有人对死人中搁我去找因，因就会悔改。亚伯拉罕甲伊讲：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的话，有人对死人中搁我，因嘛袂相信。